大家好，我是阿勇，大家好，我是彭美胖阿华。欢迎收看英台 Express。 Your one-stop shop for Taiwa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exchange. 逐礼拜我会拣一条英语新闻，互阿华翻译。 And I'll pick a Taiwanese news article for Ayong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 So who's up first this time? 好，我来。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案通过。 The recall campaign against Takao Mayor Han Gokzu has been passed. 有939000外的打狗民众出来登票。 Over 939,000 Takao residents cast their ballot 同意要甲伊入关。 in favor of kicking him out of office. Is that? 这是凭伊输当时选调的票数搁较济。 That's even more ballots than he won with in the first place. 共迄暝，高雄议长柯坤元对楼过往。 Later that evening, Takao City Council Speaker Ko Kun-gwan fell to his death for unknown reasons. 韩国瑜早起嘛来到陵前念香致意。 And the following morning, Han attended the memorial service to pay his respects. 先讲即个登票，因为即马投票即马大家拢较惯是讲投票，投票就是讲你甲迄张票放入去迄个箱仔内，即个动作啊投票。毋过台语有一个搁较水，足台语开的讲法叫做登票，你看登，那听到即个登票的登，你就感觉若像声安尼登票摕伊那其实登落。我甲翻译做 cast a ballot， 因为 cast 其实嘛是即个投票的意思。所以应该是讲 stamp。stamp。毋过因为敢若上尾伫美国无 stamp your ballot 即个概念，无即个讲法，无即个讲法。好，煞来足趣味的，就是即个律官，这是伫台日大书典内底收到的书条，意思就是讲较早大清国时代，一般来讲是你的定时袂互你做，甲你的官职律掉，安尼就亲像咱甲咧西城区咧律宪安尼甲你律掉。所以我译做迄个 kick out 都差不多迄个意思，因为咱可能这啥物rub off or scrape off，scrape him off， 但是英语较无人来讲。甲你的官职律掉。好，苏东时你听有啦，这是一个较文言的讲法。我刚开始甲迄当时同款意思。对，就是甲迄当时差不多意思。苏东时听起来加足文雅的吼。即个过往，过往其实就是你若甲伊汉字写出来，你会想讲即字是毋是过去？也是英过的意思，你若甲伊颠倒头写念出来无共哦，即两字汉字颠倒头写变做英过，毋过过往伫遮是过身，是转去做仙，是死去的意思。了解。迄个上尾你讲迄个啥物念香，我译做 paying respects， 毋过念香听起来是啥物？念啥物？安尼是念吼，就是你若去去到人的灵前，一般拢是有安尼一个香炉，你安尼。念一寡香粉放入去香炉内。所以咱就阮就无迄个 ceremony 所以咱就讲，我就讲 paying his respects， 是一个固定的讲法好，来换兄。好，换你出题。好 ，lawmakers from several countries announced on Friday the formation of a new coalition. 拜五有几个国家的立法委员宣布因新起一个联盟。Formed to counter the challenge presented by China's ascendancy on the world stage. 来对付中国伫世界舞台顶愈来愈声势所造成的难题。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or IPAC, maybe you can say IPAC. OK， 这个多国会对中联盟。is comprised of politicians from the US, Australia, Canada, Japan, Norway, Sweden, the UK,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足侪国的是有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日本、挪威、瑞典、英国，也佫有欧洲议会的国会议员所斗阵做的。这厉害。United States Senator Marco Rubio says, 美国的参议员 Rubio 讲 China, under the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s a global challenge. 伊讲共产党咧带头的中国是全世界的难题。
and we at the IPAC stand together to coordinate the response to this great challenge. 阮即个联名徛做伙来掌头，看安怎写即条难题。所以迄个组织的名 IPAC， 你甲翻译做啥物？德国会。嘿，因为伊是 interparliamentary， 就是足侪国会之间组成的联名，所以我就甲伊翻做德国会的联名。伊后壁有一个 on China， 就是对中国。嘿，对啊，所以你用迄个对啊，敢有对抗的即个意义还是无？因为我感觉伊的英语名 on China 无一定是 against 的意思 ，on 就是伫即个问题，咱来面对即个问题。我听起来是即个感觉，所以我无甲伊。我无甲伊写做对抗中国联名，就是对中国联名安尼。我是感觉，若有即个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对某一个国家，应该是对抗的，啊无你就要成立即个。这是头前 interparliamentary 有即个意思出来，毋过伊后壁迄个 on China 无一定是遮尔针对的意思。是问题啦好。啊，过来足侪国家的名啊。有一寡应该大家应该已经知影啊，譬如讲迄个什么英国、美国、澳洲，这应该大家拢知。我感觉足趣味的，就是迄个可能有些人毋知影，即个 Sweden 其实伊个华语的名是为台语的音写出来吼。无一定是讲正台语的音啦，毋过咱安尼讲是一定会使哩，就是讲上早甲 Sweden 即个国家的名写做汉字的人，伊讲的话绝对毋是华语，是一个甲台语加足像的语言，所以你即马甲伊念 Sweden 就足像瑞典，啊颠倒甲华语的瑞典一点仔都无像。Sweden 啊，佮有迄个Switzerland 嘛是共款嘛，Switzerland 瑞士啊，甲瑞士都无像去啊。足趣味。澳洲甲欧洲即两点，大家千万爱分互清分互明。澳洲甲欧洲，这伫台语内底是无共。澳洲甲欧洲啊，所以澳洲是 Australia。澳洲是 Australia， 澳洲是 Europe。啊，个大家即几个国家的名，大家较罕得听到，应该就是挪威即个国家啦。啊，即挪威其实因嘛毋是华语翻过，因为伫广东话内底、越南话内底、甲台湾话内底，伊念起来拢是共即两个汉字的音，所以即两字汉字出来的翻译，应该嘛是比华语开始即马大家拢咧讲华语的时间，抑佫加正早。OK。好，啊，过来有迄个 challenge。因为这个 challenge 即马大家惯势拢甲看到这两字，就甲翻译做挑战。啊，毋过我是认为讲 challenge 你做动词来用的时阵，你甲伊讲做挑战是无啥物。I challenge you 啥物的，我要甲你挑战啊。毋过若是准名词来使用的时阵，甲伊翻做挑战，我感觉就无啥道理。我感觉伊较像是一个难题。难题才是名词。就即件代志 present a challenge 的，即件代志对大家来讲是一个难题，无遐好流利安尼。了解。啊，佮有迄个China's ascendancy on the world stage， 啊，你甲即个 ascendancy 译做啥物？丧势。丧势就是一个人我足好个，我即马世界咧电我足请赢，我足丧势OK 啊。China 绝对有，有啦，伊即马是有咧丧势，无毋对啦。你若感觉英台 Express 对你有帮助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若是有任何你想要看到阮两个互相翻译嘅新闻 ，Feel free to drop us a line in the comments.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再会。